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12月初4，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有真侪款武汉肺炎的预防社已经研究出来。本地陈时中部长讲，明年3月台湾才做会到，不过照看可能会较提早。美国国会针对明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已经有共识，会继续协助台湾加强自我保护的能力。中央健保署已经甲汉药包含入去，伫咧记录患者捌食过倒一寡药仔的网络系统，互医师资料更较好查。观众朋友，咱先来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今日新增加4个带病入境染到武汉肺炎的患者。因为世界有真侪国家已经纷纷研究出预防针，目前社会也咧探问卫生福利部陈时中部长，若咱台湾当时才做会到。本地昨陈部长是表示，照看到明年3月到6月这项，毋过早起又搁讲，应当会当搁较提早了。全世界新冠肺炎疫情继续伫咧滚价，英国政府宣布紧急授权使用美国药厂辉瑞甲德国 BNT 先期合作研发的疫苗，上近后礼拜开始做。卫福部长陈时中初三表示，国内预计明年3月份至6月份买当开始做。毋过早起陈时中接受访问的时阵是讲，根据全球疫苗市场的观察，台湾第一波做疫苗的时间可能会提早。就以整个市场疫苗市场跟大家研发的进度来看。那疫苗的供应应该都会有一点提早。根据石油署所提供的资料，目前国内3间疫苗厂以各讲的新冠疫苗进度上急，以及临床试验已经进入上后尾的阶段，敢若需要提出报告。石油署召开专家会议来讨论，确认报告符合安全性等等，就会当申请第2期的临床试验。若是高端联压，是伫咧最后采集高剂量做的会清阶段。收案原则上都已经完成，那现在就是这些血清的sample要做整体的检测，才有办法判断。那因为台湾这一方面的资源是有一点限制啊，所以那需要一些时间啊。面对新冠肺炎这场长期战役，前疾管局长苏一仁表示，国内疫苗大厂3-4月份就小连续进入第1期的临床试验，而且开始第2期。台湾一直到8月份才启动第1期的临床试验。若是等到明年6月份以后，国产疫苗才上市，到时阵全球疫苗厂的数量已经有60亿剂，产量大爆发，而且绩效可能会变低，烦恼本土疫苗会失去竞争力。到了明年6-7月以后呢，那个全球的不是只有3家，可能是更多家的疫苗厂会出来。那这个时候呢，那个疫苗的总量我们会预测至少60亿剂以上。那个时候呢，可能就全球大部分的国家都打完，那疫苗我在猜测那个时候疫苗可能会过剩。若是疫苗安全性，所以认为讲，虽望会当对1期的临床试验结果看出保护力，毋过也是要等到第2期临床试验的结果出来，保护力的数据才会较明确。若是会当完成第3期的临床试验，安尼是上保险。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联合国针对武汉肺炎的变化特别开会，因为当全世界已经超过6500万人染病，其中阁有105万人不幸过往。联合国的秘书长开声批评有真侪国拢未咧遵照抵抗传染症的指示方针来行。会议的主席也望讲，较富裕的国家会当甲较苛欠的斗负担预防社的开销。联合国大会新冠病毒的特别会议当中，秘书长古特瑞斯表示，新冠病毒造成的大流行已经要1年的时间，让全世界面临着人类的悲剧、公共卫生、人道也有紧急事件的挑战。病毒本身并未歧视任何的人，不过较散、较脆弱的国家，甲因的人民所受到重大的冲击。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事实，也有科学的指导方向，真侪国家所拢无伫注重。Unfortunately, many of these recommendations were not followed. And in some situations, there was a rejection of facts and an ignorance of the guidance. And when countries go in their own direction, the virus goes in every direction. 联合国大会主席强调讲，这届特别会议是希望互相了解、建立对话。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年疫情大流行的初期，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要搁对世界卫生组织做金钱的援助，指控世卫组织对疫情反应伤过混沌，发言伤过偏向中国。现在美中紧张的关系，嘛因为病毒的起源、疾病名称等等的议题，在疫情的期间持续恶化。北京想要透过翠暗外交等等的手段，增加国际的影响力。美国退出世卫组织会在明年7月份生效，不过总统当选人拜登已经表示，若上任就会随撤销。This is not a time to point fingers.
We have convened here to forge a path forward and to end the suffering of the people we serve. 伊嘛呼吁较富裕的国家会当提供疫苗，帮助发展当中的国家来对抗疫情。法国总统马克宏、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拢表示，因愿意协助。受到疫情升长的意大利嘛表示，会配合世卫组织，发展一套危机应变的方式，把民众的健康放伫第一要紧的位。另外，因为最近疫苗传出好消息，法国、葡萄牙、俄罗斯拢制定注疫苗的计划。法国已经订2亿剂的疫苗，上紧明年1月份会就会送到位，到时会先予医护人员、甲高风险健康照顾工作者优先来做。葡萄牙按算明年1月份到4月份之间，先予100万人先注疫苗，包括第一线医护人员、紧急应变单位，比如讲警察等等，也佫有较脆弱的族群优先来做。俄罗斯伫总统普廷要求之下，上紧后礼拜开始大规模做因家己研发的疫苗。因若莫斯科几啊间病院嘛已经完成部署。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咱国来讲，逐永年便啊买艺到企业界普遍拢会小闹热一个。啊，毋过今年富邦金控、国泰金控这大公司，啊，佫有科技产业的鸿海联发科、广达等等，拢已经宣布买艺无要办。但就有饭店的业者点名讲，营业额已经落超过50%。啊，佫有专门伫宴会场登台表演的即寡艺人，即站确实是真歹。会社牛铃仔表演高难度的技术配合舞曲，互人看甲目睭唔甘腻。伊是天王周杰伦专用的牛铃仔老师，演过买艺活动，平均1个月会当接20场。啊，毋过今年受到疫情的冲击，各大企业小连续宣布停办买艺的活动，伊的收入是减真济。如果说以今年来讲的话，像我现在这次尾牙到现在砍到现在只剩下不到5场，所以相对收入上大概最起码少掉3/4。靠一片叶仔地当分出各种音乐，街头艺人优先性，伊讲原本受到疫情的冲击，街仔路的表演已经变少啊。结果年尾买艺活动嘛无啊，已经半年无收入，生活开始有困难。今年的邀演几乎是0，我每个月都在透支这样，那半年几乎没有收入这样。国内科技大厂包括鸿海、广达、华碩等等，拢取消大型的买艺活动。大型金控公司富邦金、国泰金等等嘛是同款。年尾买艺停办，大饭店餐饮业嘛受到冲击。有业者表示，买艺接单的金额甲去年同期比起来，一困头就落5成以上。还没疫情爆发以前，我们在1月份的尾牙，大概营业额可以到了差不多9000多万。好，那以今年来看的话，也目前已经确定的订单话，像目前落点大概4000多万。餐饮业者表示，今年旧历过年较晏，嘛有真侪产业选择要等到年底才决定讲，敢是要办买艺。啊，毋过嘛有真侪公司跟外国部门来举办小型的买艺，人数减少，度数嘛变少。真侪餐饮业转型推出适度的方案来推广，也是讲杀第2道半价，要来抢年尾买艺的商机。记者综合报道。咱国来讲，蔡英文总统得到美国各州的议员所组织的全美议会交流理事会这个团体颁发国际领袖先锋奖，啊，由发表演讲来说谢，表示望要紧和美国签双边贸易协定，啊，继续追求和中国往来的和平稳定。啊，另外，美国国会针对明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也已经有共识，会继续协助台湾加强自我保护的能力。When people are free to choose, they choose freedom. 引用前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的名言，因为总统蔡英文是第2位得到全美议会交流协会所颁奖的国际领袖先锋奖的国际领袖。总统也伫咧录影演讲中讲，永远袂停止追求两岸关系和平甲稳定，对台湾的安全袂有任何的妥协。同时，也希望会当甲美国签双边贸易协定。I will never stop seeking a peaceful and stable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nor will I compromise when making decisions needed to keep Taiwan secure. I look forward to making progress on a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ur second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most important security ally. 另外，美国联邦参众两院的军事委员会随利对2021年的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达成两院共识。法案内面重申支持台湾发展具备必要、随时会当用的现代化国防能力，帮助台湾发展维持有效的自卫能力。过去几年，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中国大陆对台湾采取了更多的一些作为，这除了没有武力犯台以外了啊。
就是说，国安法里面具体这样写，其实对台湾最大意义就是说，在军事安全上，美国可能要对台湾有更加的注意跟照顾吧。这份法案也确定建立太平洋威慑倡议，提供22亿美金的资金，提升美国军力的现代化，加增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地位甲能力，并且协助美国的盟友甲合作的国家阻挡中国的恶意行为。美国国防部伫初三发新闻稿讲，新增加4间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方拥有或者是控制中国企业清单，分别是中芯国际、中国海洋石油、中国建设科技集团加中国国际工程资讯公司。目前，这份清单已经扩大到35间企业。在香港问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声明，谴责港府政治迫害民运人士，并且强调会继续为港人发声。对前香港政治成员被判刑立案，甲一团媒的创办人李志英被起诉，而且拒绝交保。前政治主席罗冠聪在一场线上研讨会内面，呼吁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未来在处理全球事务的时阵，应该以人权为重，临时贸易等其他议题。记者综合报道。咱国来讲，国内已经有超过80间进口猪肉的业者做伙徛名，表明无要引进有去用到正肉精的美国猪肉。早起行政院苏贞昌院长也讲，这款主张伊真欢迎。另外，搁再提起顶日伊会讲到信光肉品公司，意思是政府和业者共调心，推动猪肉外销。不过国民党这边同款是去告苏贞昌院长散布假消息。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明年1月初一进口进程，全国超过80间进口猪肉的业者，初三连续宣示未进口美国猪肉，也有落实产地标示。针对这点，行政院长苏贞昌初四去立法院备询进程受访表示，真欢喜看到业者这个做法，相信会当让民众更较好选择，也有判断。是凸显商品的标示，我们都乐见政府法律要求的明摆标示。商家用明白来商品包装，那应该民众就更容易做判断、做选择。针对顶日在立法院备询的时阵，闹出信光肉品的风波，苏贞昌敢表示，答询的内容拢有拍做文字稿公开，强调讲政府甲业者都要共心，做伙促进肉品的外销。我们就是要保护养猪农，要促进肉品的外销，同时我们也看到大家把话讲清楚澄清之后我们大家一起更努力。不过，南洋对苏贞昌的讲法是无要接受，质疑苏贞昌散布假消息。早起去中正一分局，告发苏贞昌违反社会法，也有食安法。也拿内政部长徐国勇敢简单表示，会依法来办理。事后以你凹了，还在凹，说我不是指来猪进口政策了，说是指台湾猪要出口。社会法就是散发不实消息，扰乱社会安宁啊！那政府还要去蹭人家，说这个民间单位这样做呢，可以帮忙解决问题。不要忘了，该解决问题的责任是在政府，不是在人民啊。立法院为着美国猪肉的代志也咧完袂煞，未来可能会有议事的攻防。立法院秘书处初三紧急发公文，明文规定宴会开会时阵，袂当炸水球、米粉、卵、分鼻也有动物的腹内等等入去议场。记者综合报道。咱国来讲，早起台北市高本特市长和新北市前任的朱立伦市长，伫咧一项公益活动的现场会面，讲到进口美国猪肉的话题，两个人箭头共款拢对执政党去。郭市长是靠说苏贞昌院长袂输饭食伤紧去搭特机，还会阁点名讲肉品对源头管理，阁有写明产地，这工作本地就应该对政府做起。源头管理明白标示，这是本来我一贯主张的。其实是这样的，这政府来做很容易嘛。现在是已经闹成这么大的，变成民间业者要自救，就是说，不然他的生意也会大受影响。所以老实讲，这种事情本来就应该政府来做。我现在是感觉无政府，没有政府在做事一样。另外，朱立伦也表示，肉品对源头管理，还有标示爱清楚，本地就是咧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尤其美国迄边拢无加讲话，是咱家己的政府求求论论，唔知伫咧做啥款工课。朱立伦阁攻击讲，上届好苏院长唔通干那考虑政治利益，工课实实在在做较要紧。
来关心国际，昨日香港《苹果日报》的创办人黎智英，去予警方用牵涉诈欺的罪名扣押。昨开庭，法官阁完全唔放伊交保。阁有香港政治迄档3个少年领袖落狱这条代，但嘛引起美国、日本纷纷声援。咱国立委会这边也讲，香港的专业人士申请来台湾居留的制度，咱已经有咧研究要放较灵了。前拿这外套手铐，一团媒集团的创办人黎智英，最三被案被带回收押所害押。黎智英催立案，甲一团媒2位董事因为一项诈欺罪被港警拘捕。最三早起开庭，说是由国安法指令法官审理。虽然黎智英的辩护律师讲，被告的罪名无涉及港版国安法，应该按照其他刑事案件的传统做法，准被告保释。虽然检方要求法官依法裁定专案押后到明年4月16再审，并且告载黎智英保释，一团媒讲诈欺罪刑一轻，无应该不准保释，会提出上诉。被叫做香港政治三子的黄之锋甲林朗间，最近被扣做伙入去关，周庭也同款，3个人分别被判13.5个月、7个月甲10个月不准缓刑。对此，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声明，批评中国的行为，让人无法度忍受，暂可以将香港少年民主斗士判刑。日本官方长官加藤胜信也讲，对相关情形甲宣判正关心，会甲7大工业国家集团 G7 合作做应对。总统蔡英文也发文批评威权再次压制香港人的民主诉求，也强调台湾会继续听香港人甲民主。其实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去思考，说如何提升这个援港的这个机制跟方案，那能够更进一步的强化我们对香港的一些措施，不管是援助香港的，还是对港府或北京进行这个相关的一些制裁的手段，这都应该要列入我们考虑的这个范围之内。蔡政府在面对香港的人的这个需要的援助的时候，能够再多做一点，能够再多想一点，然后能够再周到一点。林慧环提出应该对港府甲北京做相关的制裁。行政院秘书长李明言讲，政府一直拢正关心香港的局势，会予香港人实际的帮助。立委会也研究放领香港专业人士来台湾的方向、制度甲法规，松绑香港优秀毕业生来台工作之限制，检讨放宽香港专业人士来台工作、居留定居之限制，开通港人来台投资居留之绿色通道等。另外，泛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柯志芳拄则结束丹麦访问行程，伫 FB 发声明宣布流亡海外，也退出香港民主党。柯志芳表示去英国，讲伊流亡的决定正临时，也未决定要去倒一个国家。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美国洛杉矶南边80公里远的南加州一带发生大片的火烧。但美国国家气象局也警告讲，因为空气的湿度低，火引对超波一直去，恐惊会造成极端的效果。另外澳洲这边也有一搭度假真出名、世界上界大地的沙岛，火已经连续到要个半月拍袂花，损断超过一半的土地了。直升机自天顶南水拍火。离洛杉矶东南方80公里的橘郡发生这场名叫做“邦德野火”危机。消防人员伫咧火线附近近距离拍火，掩过挡袂掉大自然的力量。伫南加州季节性强风的风势下，恐惊烧到拜六，几落班的居民撤离。邦德野火是催泪案，因为一栋厝发生火灾，规个团毁。迄当阵的阵风有到1点钟113公里。气象局警告。湿度低加大水是要结合做火，恐惊有极端大火危险。当地爱迪生电力公司催泪案对15000户做预防性断电。其实，伫今年10月附近的西尔弗拉多峡谷也发生大火。另外，伫圣地亚哥也有另外一件威洛野火。加州森林防火局通报，12公顷的土地拢被火烧，这嘛火势控制50%，有200间厝受威胁，一间厝被烧害，6栋厝受损。This area is very populated. Our priority, as we mentioned earlier, is life safety. So really, that's where we're focusing a lot of resources. Is where these structures are, trying to get people evacuated out of their homes. 澳洲这嘛是热天，弗雷泽岛的野火已经烧超过6礼拜啊。
We've been reporting that 50% of the island has been affected by the fire, and we're probably not seeing the end of it yet. 弗雷泽岛是世界上上大的山岛，伊的热带雨林加山区天然景观被列做世界文化遗产，即马拄到大火，引起生态危机。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咱讲来讲，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警告讲，全世界已经有16大特殊罕见的地理环境，就是人所讲的世界自然遗产，已经受到气候变迁严重的影响。还有纽西兰的国会，也通过国家进入气候紧急状态，要求政府未来5年都要尽量达成空气内底减少排放碳这个目标。伫水底会当看到澳洲大宝岛的珊瑚，真侪拢已经白化死亡啊！气候变迁影响到环境，除了对人类的生存造成影响，嘛互真侪世界遗产渐渐失去光彩。IUCN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初时警告，过去这3年，全球有16个世界遗产当地的恶化，其中敢若有8个所在有改善。The Great Barrier Reef in Australia and the islands and protected areas of the Gulf of California, we've seen head in unfortunate directions. Be it more extreme fire events, be it high mountain systems showing shifts in habitats, be it coral bleaching events, etc. 2017年 ，IUCN 提出的世界遗产展望报告内底，显示目前气候的变化威胁到各种世界自然遗产，包括冰川、野火、大水，还有靠岸等等。即马全球252个世界遗产当中，有83个，差不多1/3的世界遗产拢未临到危机。另外，气候暖化对环境的影响力嘛超过外来物种影响在地生态的危机，和37%的自然生态网站，因的消息加做 IUCN 重点关注的目标。也若方认为是气候变迁影响真严重的，还佫有纽西兰。纽西兰总理阿尔登初日嘛伫国会以76票对43票的比数，宣布国家进入气候紧急状态。I think the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 point to make is that this is a declaration based on science. Then we must act with urgency, Mr. Speaker, to ensure global emissions fall to net zero by 2050. 当局表示，会要求政府机构在2025年进前实施包括取消烧炭设备、改用电动车等碳中和的措施。目前全球已经有加拿大、英国、法国等等其他32个国家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还有超过12个国家发表气候宣言。公司新闻陈思栋编译。倒转来关心国内下晡上届新的消息，来讲7月开始，中央健保署伫咧记录患者捌食过倒一寡药品的网络系统，甲汉药也包含入去。到当医师入去这个系统查资料的记录，已经有将近1900万摆。其中一项真要紧，就是汉药的单酸含西药的止痛剂 aspirin， 若同齐服用，恐惊会引起胃肠出血，这站确实就要斟酌。一寡急性期心肌梗塞患者需要食有抗凝血功能的阿司匹林药物，部分病人为着要养心活血做保健，可以做伙来食中药淡爽。医师警告，两个药物若是做伙食，可能会产生交互作用，造成胃肠道出血等等。因为根据健保署的统计，今年7月份到当，累计有1889万条健保中西药分段查询的记录。其中中药淡爽甲西药阿司匹林交互作用的提起数量是上悬，有169解。常见的出血，尤其是阿司匹林，它当然比较多的就是肠胃道出血。那有一些老人家他皮肤比较薄，可能就是表皮出血。那更可怕的当然就是一些内脏出血，像脑出血啦，或者说一些脏器出血。其实健保署从102年开始，就建立分段查询系统，包括病人用药的记录、医疗影像等等，拢会当伫咧分段分享，避免重复检查，嘛会提起医师重复的处方。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甲中药纳入去，会当提醒医师中西药的交互作用，病人食倒一寡西药，倒一寡中药，看了就知。另外，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嘛甲 TOCC 的旅游署纳入去，提供予医师人员来查询，有效降低医疗感染的风险，嘛会当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在107年的时候呢，我们一季我们扣掉重复用药的那个费用，大概只有30万的。那我们108年的第一季的时候，我们扣的那个重复用药的话，扣了5000万呐。健保署强调讲，透过分段平台，唔乃当保障病患就医安全，提升照护品质，嘛会当减少健保支出。若是根据统计，103年到109年顶半年，累计减少健保药费支出超85.6亿。敢若今年顶半年，综合检查费用就减少12亿。记者综合报道。
咱搁来讲，监察院提案予立法院审查的国家人权委员会职权刑事法，但若在野党讲无赞成，后民进党立委咧惊讲，人权委员会权力扩大了伤过快，甚至搁有风声，监察院当局院长拍拼咧杀这条案，刷去予民进党党团的总调集人郭建明立委转倒啊。啊，毋过因乡人早起拢讲，那这是无影。国家人权日的主题特定开幕，由兼任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委的监察院长当局来主持，希望更较侪人会当来关心人权议题。但是监察院提案的人权会职权刑事法的草案，因为叫民进党立委积极讲扩权，红调伫咧立法院，传出因为监察院继续伫咧沟通，当局嘛介入去协调，引起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对监察院不满，而且佫转倒啊。我会觉得立法我们是完全尊重立法院。所以他们的一些意见，那我想我们监察院内部我们再来做一些讨论。所以并没有媒体所报道说什么拍桌什么没有。我跟老柯的关系一向非常的良好。那我们跟党团所有的成员，我想我们过去也到现在也是认为都能够互相理性的对谈。当局强调讲无转倒啊这种代志，若是草案去互认为讲有扩权的嫌疑。伊讲每一个人的解说观点无一定共款，党团有记录拢会当来做说明。面对面沟通了后，嘛有讲互清楚。关建明嘛出面保证，绝对无转倒啊。因为你这九个法，然后他说宪法程式再另一个你们之前刑事法给你，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跟陈局在沟通的时候，就是完全没有问题。陈院长非常清楚，秘书长非常清楚，我是跟他人权委员讲清楚。所以没有拍桌这么严重，绝对没有拍桌，不是没有拍桌，绝对没有拍桌。郭建明表达对草案内容部分条文的议论，包括可能违反宪法，还有侵犯司法院职权。嘛坦白讲，立法院要为着这几个人权委员，另外设一个职权刑事法。面对民进党团的坚持，当局表示尊重，监察院内部嘛会来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行政院所提出的私立高级中学以上学校退场条例草案，已经伫咧立法院审查。台湾民众党这边也有参考教师团体的见解，另外提出家己一版，主要就是甲规定缩了愈严，要求若私立学校2档内注册入学的比例无达到6成，还有合格教师的比例无达到8成者，政府就要境界大升了。避免私立学校雄雄停招停办，行政院颁布的私校退场条例草案，逼伫学校也未变到真歹时阵，就有预警指标。无改善，才会放入去专案辅导。但是民众党立委高庆安甲张启乐讲，预警指标提调学生无到3000人，连2年注册率无到6成，专任老师比率嘛敢若5成，伤过松。注册都没有人了，然后呢，我们才谈说哦，你财务恶化了，我们再来善后。其实这已经真的会来不及，所以这个注册率的这个纳入其实还是蛮需要的。加速学校入去专案辅导，民众党提出版本，甲最近2年注册率无到65%，最近1年财务若是会当去估算未来2学年有问题，合格老师比率无到8成，甲老师看系院来兼任行政职来作为预警指标。私校工会甲全教散是表达支持，嘛认为伫预警阶段应该有更较侪作为。落入专案辅导的时候，再做加派董事就是教职员董事跟社会公正人士担任监察人那我们是希望把它提前到预警的阶段。事实上，他们聘了很多的兼任兼课教师，合格教师比例应该包含这个兼课兼任教师的部分民众党立法院党团表示，即马民进党立委赖品妤嘛有提版本，但是甲行政院的差不多。无论如何，高教转型袂使等。希望国民党莫阁阻止，互条例赶紧入去委员会审查。记者邱新志明台北报道。镜头刷落来，来讲屏东县枋寮遮二次世界大战所留落来，日本军方的石头营这片古迹，拍算有要建设太阳能发电，但也引起地方有的民众真反对。当日甚至有人伫遮发觉也未放的炸弹，总是早起警方和陆军的人员有搁去现场清查，加在是拢无另外搁发觉到炸弹了。
军方人员摕着金属探测器伫草坡探测找微爆弹。屏东枋寮新开村的产业道路附近，民众甲议员伫前几天分别发现微爆弹。军方来处理时阵，拢总找着13粒。为着民众的安全，屏东警方甲陆军八军团车衫再一次出动来做探测。日前有民众发现未爆弹，经警方通报陆军第8军团处理时，也主动清除现场其他未爆弹。29号接到通报，30号也接到通报，总共目前为止是发现了13颗。那经过昨天整理的搜索后，已经没有发现任何有关金属物资以及未爆弹。发现微爆弹的所在，挖进进前因为光电开发案引起争论的二前围剿石头营，11月29都有民众发现微爆弹。无想到30，屏东县议员蒋月辉甲文书工作者去现场控证的时阵，也发现2粒微爆弹。有2颗的未爆弹是埋在路底下，那呢被师傅发现，我们把它用手把它挖起来。蒋月辉为了表达业者伫遮设置太阳能供电场，不但可能破坏古迹甲山坡地的环境生态，也无安全。将微爆弹摕伫手里，也引起讨论。军方甲警方呼吁民众若做发现微爆弹，应该通知警方甲军方，毋通家己乌骨也是拆解，以免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昨暗11点外，婚姻关论培红营本社场熊熊倒火，因为透东北风加强风势，一直到半暝2点才来拍花。总是近来婚姻关内连续可能打本社场有火烧的意外，环保局也已经会动地方的公所，一去到现场检查详细，佮表明讲有要甲中央争取经费，紧来针对这挂本社场。初三暗时11点外，婚姻轮培红营本社场传出火焰。加上东北季风真透，火是烧了愈猛。消防局派4台消防车，还佫有12个消防人员去拍火，一直到初时半暝2点才甲火拍花。毋过早起佫传出有呛烟，即马继续抓水，预防佫倒火。现在目前炭烧的面积差不多是150平方公尺。我们有确认过我们的监视器哈，那在那个时间点哈都没有人跟车来进入我们的那个垃圾掩埋区。目前这个火的导火原因还佫来调查，毋过今年婚姻关公有卫生掩埋场已经发生几件火的事故。针对这点，环保局表示，已经针对掩埋场营运管理做检讨和改善，已经请各间公所爱做掩埋场整体检查。整个掩埋场的自主性管理，消防也好，公安各方面必须严格的遵守。那另外也透过一些辅导补助的方案，希望各个公所可以提出申请，可以让掩埋场里面的一个整理整顿获得改善。环保局表示，今年度县内有9个乡镇，甲环保署争取改善掩埋场的经费，拢总是1512万。毋过，也有11个乡镇也未申请，希望这个公所会当赶紧提出强化掩埋场硬体设施等等的计划，互县府全力协助乡镇向中央争取补助，提升掩埋场的管理，也有预防导火的措施，避免火灾的事故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台中一个民众甲市议员陈情讲，本地拢有咧替爸母纳老人互助会互助金，一月你就要8000，头尾也已经12档，但即马感觉负担较重，想要退出，结果过去6个煞袂当领翻头。市府的社会局是讲，中央也无立法约束老人会制度，恐惊民众若是权益有去受到损害，敢若会当对法院去度。画面一个大甲满满的收据，全部拢是来互老人会互助金的。民众向机关陈情讲，拄12年前开始，就替爸母来纳逐个月总共爱8000块的老人会的互助金，毋过感觉负担伤重，想要停止。所以老人会通知讲，若是退出，就等于讲是放弃权益，而且就连进前纳的钱嘛无法度摕倒转来。会员人数一直减少，现在缴的钱都还在负担2年前死亡人的钱，这实在让我们不知如何是好，到底要不要缴？多数的民众表示，12年以来已经纳119万，互台中市某一区的老人会。毋过根据机关的了解，这个老人会的会员人数，拄2017年4900多人，到今年敢若剩4000人。最近这几年嘛，因为保险制度完整，参加互助会的人数是愈来愈少。伫咧会员基数无够的状况之下，佫爱继续纳钱，债务危机会使讲是愈来愈大。缴进来的金额，我们都出15%给他。退场的话，就是他们就是有辱放弃，就没有做补偿。
民众的是属于私权，它是私人的那个权益的这个部分，没有立场去管到自然人，就是老人家或者子女帮父母缴的这个部分。去互指控的老人会是好日，嘛表示准备增加会员人数拢正常。啊，毋过台中市社会局表示，目前台中市有立案登记的互助会总共有9个，其中有8个互助会捌去互查到欠点。目前伫咧中央还阁无法院的规范，市府间内当进行行政查核，而且监督改善，嘛提醒民众爱注意。若是讲民众有感觉权益受到损害，间内当行法律途径来进行民事要求赔偿。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4当前桃园客运公司咧采买底盘较低新车的时，介绍调工灌水，通好甲主管机关交通部加申请补助款。桃园地方法院已经判决，当时担当董事长的吴云峰2年有期徒，啊，搁有犯罪所得1200几万，也会交拢没收。桃园客运公司2016年涉嫌虚报诈领交通部客运车辆买车补助款。桃园地方法院宣判，迄当阵的董事长吴云峰满80岁，依法减刑，处有期徒刑2年。总经理杨世芬1年10个月，缓刑2年，会当向公库支付20万，犯罪所得1244万3840块没收。董事长吴云峰就判那个3人以上共同诈欺取财罪，那处有期徒刑2年。总经理杨世勋呢？那处有期徒刑1年11月，缓刑2年。第二讲，桃园客运2016年办议价会议，由分众两公司采买低底盘车辆，为了要避免实际计价比行情较低，总经理杨世芬创业者甲董事长吴云峰协商，会中甲买车的计价提悬，来向主管机关申请较悬额度的买车补助款。我们会尊重法院的判决，在内部我们自己有一些就是在不管是在司法性还是在人员互相的协调沟通的部分，我们之后就积极改善。桃园客运讲，这件代志确实因无做好，伫咧收到判决书了后，没收的金额会依照决议交还回去，也强调已经重新检视所有的内况法规遵循，也个各项管理制度，对桃园客运来讲，也是一个新的开始。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进前台东县府委托民间建设的美丽湾度假村，因为无法度继续开发，也已经有和厂商解除契约。县府搁要用6亿9千万，把度假村的建筑买回来。总是党有艺术家发表演讲，要求县府规气把度假村拆掉较省。啊，嘛有地方原住民的部落主张，这个建筑都要留落来，帮助地方发展。美丽湾度假村已经是10多年的旧建筑。要拆也是不爱拆，拢真好选择。台东在地艺术家，拢总20多人，也有环保团体，测试伫美丽湾的海沙坡，发起全民一起采公民论坛。有艺术家为30只海龟布置伫海沙坡顶悬，替因的生活环境权来发声。嘛有艺术家用海中生物的基仔来表达因的想法。我们其实更需要去思考一下他们的生活环境。发起论坛的艺术家认为讲，美丽湾的开发违法在先，即马县府爱开6亿9千万买倒转去，未来每1年阁要付真大条医护的费用。若是会当用艺术的角度，哪拆哪举办公民艺术活动，甲部分的建物留落来，大家会当共同使用。毋但符合拆除违章建筑，阁会当有艺术甲观光的收入，嘛会当省政府医护美丽湾的开销。很光明正大的来谈拆掉的可能性，因为只有大家来谈这件事，才可以把它更清楚。因为你谈得越清楚，你会知道它是具体可行的。全部拆，那可是也要把那个钱给赚回来。我们把三月湾这个地方做出来，变成台东价值。美丽湾当地4栋部落的族人，测试嘛伫县议会表达因的诉求。族人认为讲，主张要拆美丽湾的人，拢毋是在地人。族人真正的声音无互注重，因希望美丽湾的建物会当留落来。提供给族人发展部落经济的所在。来反对、来抗议的都不是在地族人，我认为好像也不是台东的人哈。不需要用这样的标签来撕裂，因为这片沙滩是属于大家共同所拥有的。美丽湾度假村的争议已经10多年，现在发展到另外一个阶段，不过争议要是解袂煞，未来美丽湾到底是要保留，还是要拆？县府表示，一切要由专门来讨论，有共识才会当执行。记者综合报道。原来讲，首都台北捷运公司每1年接到民众捡来交人碰见的物件，拢超过30万件，甚至也有袂少较贵重的项目。
虽然有些仓库分类管理，不过连要找物件出来也真了解着力。但这份公司已经特别引进机械手骨，用电脑来认物件收伫咧倒位，人客来要领时嘛较免等遐久。有按镜头的白色机械手骨，用 QR code 来辨识看，旅客放无去的物件是放伫倒一个所在。顶悬甲下骹两支手骨拢会当转细刷叮当，大便摕物件大约是30秒，刷落来就当送去出货口。台北市运开900万引进这款智能手骨，甲电脑程度系统合作，互旅客会当更较轻就领到家己放无去的物件。以这个我们的贵重物品的数量来进行平均计算的话，那等于是花在这个每一件的贵重物品的保管上面的成本，大概100元不到，大概80多元。但是我们回来看看我们对旅客的节省的时间的成本，以及我们在管理上面的精进，那应该是大大超过于我们所耗费的成本。台北市运平均逐年会捡到30万件旅客放弃的物件，为着互管理更较有效益，选择价值悬袂顶路，亲像是手机啊、钱包甲信用卡等等，放入去智慧程度管理。这几年因为电子化加 App， 已经互袂少旅客感觉讲，甲家己放无去的物件找回来变更较紧。还有联系到他的那个电话，帮他查那个信用卡公司，然后查到我的电话，然后联系他。他不会搞错，把别人的东西给别人，那就没问题啊。对啊，对，听起来不错的。台北市运嘛计划伫收集放无去物件所在，用电脑荧幕甲智能手骨摕物件过程直播出来，互民众会当透过电视柜来观赏。毋过，就算讲家己放无去的物件领倒来已经搁较利便，但是台北市运呼吁旅客，希望大家爱注意家己的物件，就车甲落车爱注意安怎有照到。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中央研究院的学者研究一款南地动物文丁鹅，发觉若是对啉出世到较大汉，一直食塑胶幼粒落去腹内，下一代文丁鹅幼囝死亡的比例会加3倍出来。另外，还有一项研究发觉讲，运用生物的涂炭，确实会当改善土肉的品质。去互人类单调的粪扫，伫咧海洋照到日头光甲海洋的冲击，分解做目睭看无、长度无甲5毫米的微塑胶。即摆头一摆去互发现会影响海平海洋生物的生态。中研院测试宣布有2项研究成果发表伫咧国际期刊，其中一篇甲海平生物文丁鹅当作是研究对象，实验拄细只到大只，一直饲伊食微塑胶，指出后一代细只死亡率是增加3倍，愈细微塑胶毒性是愈强。但他对他的儿子、他的孩子这一代，就会有很高的死亡率啊，所以这样导致就是这个腐殖生物死掉以后，就影响到这个食物的金字塔，就是上面这些阶层的生物就不能吃到这个腐殖生物，所以这个长远来说的话，是就影响到整个海洋生态，甚至乎这个渔业这个资源也会减少。微塑胶致使培育动物死亡，会经过食物链累积伫咧中高阶掠食者体内，若影响到规个海洋的生态系统，可能也去影响到人类的生活。另外，针对全球农地土壤普遍面对有机质损失、地力衰竭，中研院另外一项研究发现讲，用生物炭会当调节土壤的酸碱值，还有微生物族群结构甲功能，通好帮助环境永续发展，减少大气层中二氧化碳蓄积的问题，那减缓温室效应，价值比较低，所以可以广泛适用在土壤里面。生物炭用途真济，会当改善土壤品质，更会当封存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提升土壤品质，增加生产力。中研院嘛表示，台湾当年有2300万吨的农业废弃物，运用工研院的碳化炉大量制造生物炭，而且过程当中差不多袂有空气污染。若是这项研究会当来协助开发生物炭的新品，加速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屏东县枋寮一个农民戴辉营先生，因为本身爱食咸，自10外冬前就开始研究种做番仔姜。但这站伊阁开一间农场的餐厅，对产地发展来到饭桌仔顶，开发出形形色色辣椒的料理，有影是真费心情。因为本身爱食咸，屏东农民戴辉营自10多年前开始研究，成功种出济品种的番仔姜，但也已经正做在地特色农产。近期伊阁开设农场餐厅，开发出多项无同的咸椒料理。我为什么要把辣椒来入菜？这是从古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家庭植物它在料理的时候，多少它都会弄一些辣椒嘛，对不对？弄一些姜嘛，弄一些蒜嘛，这是属于调理。然后吃辣，
对我们身体是很有好处的。除了香蕉以外，戴慧莹也推广种植无毒的果子菜色，自产地到饭桌的规站过程，汤光透明，民众拢总看得到，都是希望让大家食了会安心。采菜啦，种菜啦，然后采菜，然后到我们餐厅来做料理，然后料理完以后，大家爸爸妈妈跟小朋友啊，大家一起来吃。因为我们所有东西都是自己种、自己生产、自己处理的。那辣椒的话，其实它对新陈代谢，然后增强免疫力，其实很有一定的帮助。可以吃得很清干啊，还有会美容。现时在园区内，唔有各种无同的香蕉啊，业者继续开发料理，结合农场餐厅香蕉加工 DIY， 游客会当亲身体验制作，了解香蕉王国的创业过程，嘛开创在地新商机。记者综合报道。咱讲来讲，过去农业时代对社会真重要的赤牛啊，真侪囡仔即阵拢已经唔捌看。当云林县调处华德福教育实验国校也开始伫学校内底饲赤牛啊，望讲教育学生了解过去，嘛通学晓安怎样来好意对待动物。真侪学校饲狗仔过门，但是你敢有看过学校内底饲牛的？原来这是云林的调处华德福教育实验小学。为着让现代囡仔亲身去接触过去农业社会重要的角色黄牛，专工甲农民有中华丰原海牛学校合作规划课程，佮甲牛带入来学校饲，让囡仔对牛有更较深的认捌。我学到牛的习性，还有呢，让我跟平常的感觉不一样了。怎么说？就是平常就觉得牛好可怕。那现在今天学的呢？就觉得牛还好啊。一开始我觉得牛好像只是一种平常给我们喝牛奶之类的东西的动物，但是现在我上这首课之后呢，我对牛的印象更加深刻了。现代囡仔对牛的印象，可能敢若像牛奶、牛奶糖、牛肉面这寡食食，所以唔知影牛伫过去的时代对种植来讲有偌尔重要。这边的课程包含牛的身体结构、照顾牛的方式等等的知识。让学生更加了解牛的文化。小朋友基本上他们不是承载在那个年代，是有点陌生的。那他实际接触是牛，他才知道说，牛的胃长得什么样子，牛中暑怎么办？孩子们呢，也可以常常去亲近他们，然后怎么知道去友善的去对待他们。透过这个课程，唔让囡仔有实际甲动物接触的机会，嘛唔望互因有深深的回忆，学晓安怎友善对待动物、爱惜动物。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公元1953年白色恐怖的时代，一个冤枉落狱、受尽折磨的罗丰迪先生，今年已经90岁。当罗先生也来对公司台语台讲起过去人生的坎坷，还有伊到底安怎样来行过黑暗的造物。现开国家图书馆5当前出版的《台中政治受难者口述访问册》，罗丰迪讲起1949年和林仁秀等人加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读册会，被政府认定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1951年半暝啊，警察无拘捕证，就把罗丰迪对厝内带走。但这个囡仔是，互杀死，也是送去倒位，也是吼送去海底嘛，唔知，阮大家靠半年哦。迄时我还未结婚啦。罗丰迪互偷偷逮捕，唔拿厝内的人袂食袂困，伊家己伫咧家的日子也受尽折磨。伊先伫咧台北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处，防以粗残的方式逼口经。1953年，互送去绿岛新生训导处，因为唔愿配合一人一事良心救国运动，又搁被送转去台北保安处受酷刑。意思讲要叫身体顶面甲车这方向抗我啦，3、4、8嘛，这个车是车到身躯咧，我迄当时唔肯嘛，叫推向了无成啊，对方未落台，所以责任拢要推予14个人迄个安尼嘛。伫农下来10年，罗丰迪中建天日的时已经31岁，伊的肉体伤痕累累，唔但对人失去信任，一生的名声也乌有去。落尾是亲情替伊做保，伊才通伫咧第一信用合作社食头路，搁再重新开始伊的人生。伊的人生就是我也是生命捡到的嘛，希望过着平静的日子尔啦，无啥物迄类啊啦。伊就无姓地，
目睭闭紧，干那看者，也袂去运动。伊即马真快乐，伊就是过去有迄个艰苦的过程，所以就讲我活得真趣味啊。罗丰池的牵呢笑讲，准若梅兰婆伫咧牵线时，甲伊讲罗丰池捌是政治犯，伊绝对袂嫁互伊，因为实在是无法度忍受政治单位三不五时就亲门大户来厝的问东问西，总是经过黑暗和不安。罗丰池今年90啊，伊指望政府会当用冤枉赔偿来代替补偿，互冤枉落甲的委屈会当真正消透。记者阿敏金丹波罗台中报道。咱搁来讲，已经建设有80年历史的铁路局南台南火车头，过去拍远真久。3年前，市府文化局接手管理，也和台南市东区的台东国校做伙出手改造设计，当然已经把这栋旧火车头的建筑带动出新的活力了。不管是做立体的模型，还是敢若真诶同款的景观设计，全部拢是学生囡仔伫老师指导下完成的。台南东区台东国小3年前所推出的设计课程，发现讲将近80年历史的台南南火车站无使用，认为这是改造老车站的好机会，所以积极甲文化局结合，经过一系列的规划，车上暗时互老火车站重新更起来。我觉得有种成就感，因为南站其实原本非常破旧，但是它点灯以后，它变得有种温馨的感觉。因为我们在这1年当中做了非常多事情，最后看到南站点亮，让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可以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南台南火车站的历史。代替台南南火车站过去是二战时期用来运输军用品，但是随着台南铁路地下化，到营营地下区一段时间。2017年代替委托市政府文化局接手管理，不过附近暗时无电火，较会变作是治安的压角，所以校方面自费，带学生囡仔开始规划，利用立体画图软体、太阳能板的设计，提供老车站电力来源。校方面是不问讲安尼做，会当让学生囡仔实际学习。其实最重要是我们要让孩子知道，他生长在这个社区，他要进入这个社区，知道社区，爱社区，然后最后呢，他能够在他长大以后，他知道他是社区的重要的人。校方面开始活化老车站，也招一寡公部门做伙协作，包括着环保局提供监视器，区公所协助争取联络道路的路顶遮，大家斗3工拍拼改变老车站的印象。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台北市大稻埕这一间第一唱片行，开业超过半世纪，经验过台湾歌谣的兴旺甲衰微，咱当着做阵来听唱片行变迁的过程，还有台语老歌上界迷人的歌声。老曲盘洗呀洗，手针对乌家唱片的纹路刷叮当，清亮迷人的歌声，搁听会到那像插头的声音。这块老曲盘放送的，就是台湾宝岛歌王文夏1958年黄昏的故乡。伫民国46年至51年这段时间吼，会使讲是咱台语唱片真重要的时代。文夏老师记录下洪一峰唱的代表的歌，拢是这个时间，已经62年、63年的历史啊。即摆听起来，文夏老师的声音甲伊的编曲，还是对着即摆这个时代。捌替文夏老师办过演唱会，也替伊写过自传的资深音乐人刘国伟讲，1956年过台北市三中部，就有歌舞厅、戏剧院，这也是生产上侪乌家唱片的所在。那这间伫咧大稻埕的第一唱片行，即阵是已经传到第3代，第2代头家就是文夏老师的大歌迷。台湾所有的台语歌曲吼，唱上帝就是伊，不是国父歌父。这阮无咧卖啦，哎呀，就是当做我们的镇店之宝。第一唱片行伫1969年营业，1969年电视也无普遍，台语唱片是不俩称。1970年台湾退出联合国，和日本断交，台湾的电视、电影和音乐拢被政府严格审查，校园民歌抓兴起来。当时唱片行也因应人客的需求，替因敲大曲音乐，总是岁月流转，唱片行豆豆啊替时行。今嘛唱片行的第3代也兼袂
咖啡、甲水饺。妈妈伊感觉讲，这个店是伊讲爸爸辛辛苦苦创立下来，因无希望讲市场变水啊，阮就来放弃。所以人客若来遮啉咖啡、食水饺，还会当听到，这个很怀念的音乐。其实这个也算是我们的很特别的地方。会使讲较早第一剧场的故事啊，会使大家来遮厝边头尾来遮开讲啊，联络感情啊，等等安尼，这是最重要的存在。经过半世纪的第一唱片行，虽然无搁再进新歌，不过见证过台湾音乐无同时期的兴旺甲衰微，也抑阁是地方爱音乐的人因半暖交流的好所在。记者民警夏桂林台北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详细气温的资料。嘉南、台北、新北、桃竹苗16度到20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19度到24度；台南、高雄、屏东21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17度到23度；今仔平湖13度到20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礼拜3点下晡新闻再会。